现代第一版圣经歌西书第4章，做主人的，着公平合理对待恁的奴隶。恁知，恁伫天顶嘛有一位主人，着继续迫切祈祷。祈祷的时，着警醒，着感谢，嘛着为着阮祈祷，求上帝互阮有传信息的机会，通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是为着即个才伫坐家，着为着我祈祷，互我会当将应该讲的奥秘讲清楚，着善用机会对待未信者，着有智慧。讲话不时着温和，亲像用盐调和，知影着安怎应答逐个人。关系我一切的代志，亲爱的兄弟，喙齿鼓话甲恁讲，伫主的工作，伊甲我做伙做仆人，忠实得服侍。我找伊去恁遐，是爱报恁知，阮遮的情形，互恁的心得到鼓励。俄尼西姆话甲伊做伙去，伊是恁遐的人，是忠实佮亲爱的兄弟。因会将阮遮一切的代志报恁知。甲我做伙坐家的阿里达古要甲恁请安。巴拿巴的表小弟马可嘛要甲恁请安。关于马可，我已经有甲恁交代，伊去的时着甲伊接待。迄个叫做犹斯都的耶稣嘛要甲恁请安。伫犹太人信徒中，只有这3个人为着上帝国得甲我同工，因有互我真大的安慰。对恁遐来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要甲恁请安。伊时常为着恁迫切祈祷，求上帝互恁徛在做诚实的人，确信上帝拢总的旨意。我通证明，伊确实为着恁甲住伫老底嘉以及希拉波里的人辛苦做工。亲爱的医生路加甲底马嘛甲恁请安，请恁替我甲老底嘉的兄弟姊妹甲灵法，以及伫因兜伫聚会的教会请安。即张批恁读了，着设法嘛互老底嘉的教会读，恁嘛着读老底嘉的教会转互恁的批。着甲阿基布讲，你所领受服侍主的职务一定着完成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，着会记得我伫坐家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。